这是洛邑的小鱼，那它轻便好携带，适合刚接触筋膜放松的人。这个凸点适合用来做按压，肌肉紧绷的地方都可以用。这个波浪纹的地方呢，适合用在肋骨、手背还有脚背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可以往末梢的方向顺。鱼尾巴的这个地方特别适合用在骨头的边缘，像是脊椎的话就可以由上而下，然后或者是像手指旁边的这个地方也可以往末梢的地方顺。这个鱼鳍的地方呢，特别适合用在比较大范围的筋膜，那我们一样可以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，然后我们不管是出痧或者是不出痧，都还是一样可以达到筋膜放松的效果哦。